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2月19日，圣诞欢乐颂，信心与忠心。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13章10到14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尼希米记13章13节。我指派一些人看管库房，他们是祭司示利米亚、经学专家督沙、利未人比大雅，他们的助手是马他尼的孙子沙克的儿子哈拿。我信任这些人，他们会诚实地分配物品给他们的同工。神爱世人，世人却不爱神，总爱人手所造的公仔。鬼灭之刃，龟门炭治郎，炼狱性兽郎。在这个剧里面，他们有一句名言说，衰老和死亡正是人类这种生命短暂的生物的美好之处。正因为会衰老会死亡，才令人觉得可爱，觉得尊贵。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短暂的人生中要觉得可爱跟尊贵，那么铁定是需要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不只是这个主角的经典名言来告诉鼓励那个没有剑术天赋的弟弟小千寿郎说的，不管未来要走的路有多艰难，都要成为一个出色的人，并且要拥有如火焰般热烈的热情。或许这句话我们来改变一下，说不管未来要走的路有多难，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对主有信心忠心的人，并且要拥有从神来的热情。因为在这世上的人生的路真的不是长长久久。我想连世上的人所编作的这些戏剧，他们都可以意识到人是有限的，都可以知道人没有办法跟那无限来相比，而在有限里面怎么样活出那个精彩，怎么样子对未来要负责。那么有限哪里来的未来？是正如应叶牧师跟圣经里面常常说的，人的灵魂是不会灭的。当我们身体习了地上的劳苦，我们要面对的是呢永恒的灵魂，不灭的灵魂，我们要去哪里？而且我们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审判。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次生一次死，死后会有审判，这是真理。那么既然这样，我们此生应该怎么样来好好生活呢？其实是需要有信心跟忠心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样，我们很快就会变故，我们很快就会像尼希米我们所知道的，非常的可惜这个我们看到尼希米这10章39节才讲而已说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公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这才是在10章有这样子的记录下来。但百姓跟领袖们在签完名说要攻击利未人的需要，但不多时没有过多久就离弃神的殿。于是尼希米就斥责这些失职的官长，并且召回利未人，恢复原来的职。犹大人也再度遵行律法，把各样的供应送入库房，因为这些利未人的需要得不到供应，以至于他们就又回去他们自己的田地去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可能就是负责管理的官长疏忽了职守啊，或者是贪赃枉法。所以尼希米重新来召聚利未人在圣殿服侍，百姓也乐意把所有的供应送入库房。尼希米是很有决心的他是很有果断力的，他马上撤换掉。原来我们在之前在尼希米记7章2节，他那边才派的，他说怎么说？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亲爱弟兄姐妹，这些人真的立志想要忠心但看起来不是，结果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历史、从圣经，我们知道人真的是有我们人的所谓人性的这个黑暗面，而我们不只是决定要忠心而已，我们若是不想让自己陷于那个试探不想落入那个恶者，甚至我们不想变成那个恶者的话，我们真的需要管理还有完善的制度。管理要忠心执行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其实他真的是一个领袖，他有管理的恩赐，他有果断的能力。让我们看到他在11节说，我的神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尼希米他自己对神忠心，凡事为神做，凡事求神纪念他所做的。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心其实是很痛，那我们也可以知道他在这里不断的恳求神。我们看到在这个第12章里面，尼希米有3次祷告神，求神纪念在13章里面我们看到他不断的求神纪念。他说恳求神你纪念我因为他要成为一个信靠神的人，那么他要果断要做一些决定。今天我们就看到他先谦卑的祷告神，恳求神纪念他所做的尼希米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对神要顺服那些不顺服神的，尼希米他马上用他的职权来管教跟来调整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为神而做我们回应的心是真的很重要，但我们回应的心若是因着我们人性或者是的软弱，又没有制度上的这个帮助我们真的很容易真的是一开始很忠心很相信神，但后来我们就手软，因为我们信心软弱。所以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像学习尼希米一样，我们不断的祷告恳求神来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有看到在我们职分上，我们有看到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怕艰难我们要对神有信心若是我们必须要做果断决定的时候，因着我们相信神有全能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对神忠心，神必要纪念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也有一个约定音乐牧师也一样牧师其实也是人愿我们所做的真的是到最后，可不要到最后我们才得罪神，哇，那这个就可惜了
好不好？我们彼此在爱中，我们彼此提醒。当然到新约的时候有教导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彼此有发现有做的不恰当，有犯罪的，那么我们是可以有3个人，我们是要有彼此在主的里面，我们可以彼此来提醒，那让人有机会能够回转来归向神。那么制度我们就更重要了。我们在长老教会里面，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有这样的从神来领受的制度长老会的法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怎么绑手绑脚啊，都没办法马上做决定，都不够有效果。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人，这些是来保护我们不要得罪神的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默想，在教会中服侍，为主而做，可以只要忠信，不需要制度吗？如何制定好的制度？如何按照恩赐忠信分配工作来搭配使我们成为神圣工的一起的团队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圣工、你的圣殿上有份。主，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有限，我们很长时候因着罪性，我们会得罪你，跨过那条红线。主，谢谢你用慈神爱所帮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不管在教会我们都有一个制度，让我们彼此帮助，我们彼此来提醒，使我们不得罪你。主，我们恳求你特别来带领扶持，让我们走在主你的正道上。谢谢你永不放弃我们，你慈神爱所每一天每个时刻都来牵引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来活出从神来的信心跟忠心，我们彼此相爱，也彼此提醒。我们明天见。